睇下做。客家天师台、库克松菜、金比年、我来呀三站堂以前沙溪法通中心，我做好了一场睇家说咯，睇家好，调家安做。你好厉害哦，那么早哎，早，嘿。睇家好，睇家做。哎，走。哎，你是做点哦？客家天师台调家呀，安做。你做得蛮厉害嘛？有嘛？哎，那边啊吼，买个好吃的东西，介绍一下呀。啊，那个告诉美人腿。美人腿哦。美人腿就是那个目海剥笋啦。哦，还有呢。啊个百香果。哦，是这个东有名嘿哦。哎，你啊吼有个高笋无？你啊，较少了啦。哦，较细微嘿哦。各位吼，给时阵吼，冻姜啊。冻姜哦。大家有睇到今日顾客巡查，而且那片吹烟雾冇唔錯，繼續嘅美人腿高筍，老頭嘅手嘅菇油，台灣嘅中心點普里，啲順芳當到嘅山嘅寶地呢啊，變做動作嘅田野嘅品種哦，一下就天天出發到一心嚟殺雞啲手菜了。很多帅哥美女呢，呀哪位啊？金牛行。马街行。金牛行。呀咩玻璃耶？玻璃。跟牛位有饲牛行喺馬街喏。古早嘅名。哦，古早嘅名哦，呀位嘅頭擺就飼牛嘅嘿。哦，迄愛樣哦，唔看哦。來到好嘅蔬菜啊，吼，就會學到好嘅東西。就第一講頭擺係樣板，係冇？還有唔過近邊年啊，來到呢位唔知熬做乜嘅冇？做乜嘅啊？我做好了一場太假式。哦，當好做冇？好哦，做好了嘅唔免捱哦。迄位太假搶到嘅台北嘅太師傅啊，歡迎嘅威廉師傅。威廉師傅，哎。李蘭師傅主攻西式料理，仲係做得用清簡單嘅食材，變化出口感層次當多樣嘅好食嘅料理，滿足大家嘅胃口哦。跟住人來到呀，玻璃呀，吼，有乜嘅有名嘅東西唔知冇？廿個時節咯。現在的時節大概知道就只有茭白筍。哎呦，對哦吼。猜對了吧？嘅無筍咩？哦，嘅無筍都茭白筍啦，吼，嘅像還有乜嘅唔知冇？還有什麼？哎呀，茭白筍呢？還有呢？不如你跟我說吧。哎呦，那不如相親來跟大家說吧，帥哥美女，老幾講有乜嘅好誒？哦，是這個百香果啦，吼。哎呦，百香果有試過冇？有啊。有嘛，哈。好哦。都很酸誒。很不會的，不會吧？我中午難道我這很好吃嗎？哎呦，知道嗎？很甜。哎呀，不過。在這個之前啊，要投錢，然後先去請到來，冇東西按樣誒煮，錯冇？威廉師傅，那我就現在來去找食材咯。好。普里嘅氣候溫和水質好，一片嘅土嘅樹老高筍品質當屬不雅。其中啊，高筍嘅種植面積超過1200公頃以上，係全台灣前戶嘅高筍產區。一下研究先來去尋高筍了。好山好水啊，就係最好嘅食材，最重要嘅東西哦。一下來到了，來尋好東西咧。個玻璃哦，真有名誒，就係寶筍哦。一下來要尋到個林太哥，就第一等下做辛苦嘅事情哦。林太哥，按坐，唔好，係啊，先愛生意哦。唔可以，跟我落去了。生意哦，很沉哦，一水當沉呢，一腳啊放唔起來咧。喲，太哥，仲有樣去看，乜嘅係做得過咧喏？哦，你好，我教你，好，講啊。也無筍吼，係我樣去看。學過來，學過來你上兩路吼。
料尾啊尾啊细啦，料尾啊细呀，啊料尾啊怎么样胖的嘞哈，太到态度使用啊。冲人嚟就覺得做嘞就覺得，啊吃都覺唔得啦。名係嗨就低啦吼。名係會低啦。哦，過來過咯。哦，哎呀，過來做些。講完個。哦，下杯哈。攞熱過來伊，今日來吃可能哦。料尾拍團體。哦，今梅攞去吸團體啦吼。攞去電體去吼。啊，攞去爆菜。用下。哦，安尼記就好誒哦。你冇看那個細細機有事嘞。喲，細細件安尼一甜哦吼，一懂好食咯。當然的啊，那邊就無順最出名的啊。有試看嘛？好啊，幾天都試看下呀。去看下，有批到安尼清香的味。甜甜呢，又香香，唔是個安尼，本些鹽嘛吼，切對懂好食。要中下就睡下嘛，一下時間差唔多吃點心的咩？一睡一點呢？我就是忙現在忙細份的，就是忙是做這個樣的，忙什麼？這樣子咯，很好。連泰國嘅高順田啊，係用有機嘅方式來栽培，冇農藥，沒冇變化學肥料，長做得按安心嘅，對田土康綁起來就顯色咯。唔看田土康嘅花花草草生到很正就對啦。高順係一種冬年生嘅草本植物，種喺水地杯，生起來時間會有5-6尺高。唔看呐，阿先行到一個高順田地杯啊，開始老連泰國搞抗人氣咩呢？尋寶咧，哦，看到咧，你係記做得咯，好，泰國做得啦吼，下杯攞熱，哎，哦，哎呦，人用乜糊糊喏，泰國，一糊糊喺快艇啊，有按到黑水菌。黑水菌哦，一食到乜樣嘅冇？唔會哦，一對人體係好嘅係，啲好嘅東西哦。哎呦，幾啱啲哦，古時候啊，大家很白啊，去市場啊買到看到安尼東西，冇留到去擺睇咯，也係好東西哦，冇擺睇咯。唔好偏聽。吳飛權就可以做得上做高順嘅創業關鍵咯。韓白歷史上行係講有看到嘅污點嘅啊，什麼老道嘅快鐵嚟呢？唔知連泰國對自家種嘅高順會樣嘅來推薦咯。玻璃嘅保順哦，做出來料理吃都是啦。哦，開菜進來了。白筍，嘿喲，也無順哦，你看啊，大家就安講哦，有看到嗎？梅子都很漂亮，對不對？非常漂亮。而且啊，要上色就捨得了，直接剝開來吃，因為啊現炸嘅，對，現採的，你吃吃看，敢吃嗎？直接吃，你可以切一點來吃，這個裡面它很嫩，伊個葉色啦吼，會有個。像個甘蔗嘅香氣會走出來呢，很像甘蔗。它慢慢吃啊，它那個清甜感覺一下就跑出來，馬上就跑出來，很好吃哦，沒有污染，冇污染嘅，這樣種得出來啊娘哎，這才種得出來，像這樣的莴筍。來，給我菜帶轉來啊，給威廉師傅，我做嘛該不太假設啦。來，今天為大家呈現的這一道菜，就是辣味茭白筍沙沙。今日一個辣味高順沙沙，用嘅食材當豐富哦。除了主角高順以外，還有法棍麵包、啲沙沙醬嘅部分，還是有토마토、無鹽嫩油、太蔥頭、辣椒醬、辣椒味、鐵橙炭、鹽絲，還有토마토醬。從開始做菜之前啦，吼，我介紹一莴筍做嚟做嘛？做泡菜。泡菜。莴筍泡菜哦，大家有食過冇啊？有啊。哎呦！你看哦，一玻璃一片，完全部都食過，給人分享。林小姐，來到兩片啦。哦，細阿姐很香啊，請威廉師傅來嘗嘗看。好。來。哦呦。會不會很辣？你敢吃辣嗎？一點點。一點點哦，沒一點點。試試看啊，給我妹佬試試看啊。
俺没冇吃过啊那些东西呢。好甜哦。会辣吗？不会，完全不会，不会一点点哦，一点点而已。来看看啊。哦，起来动烂呢。还甜的呢。还可以吃到茭白笋的甜度。对，有时候给无笋啊，给甜的，好好吃哦。谢谢，让俺鬼官老师带走哟。没啦，讲这位啦，我讲嘛该。是现采现做的，所以它有甜度。哦，那个甜度都保存下来啊，含后生哦。谢谢林小姐，谢掌声。哎，谢谢，很特别哈。非常特别。唔怕，给太家就来观光。哎，威廉师傅做马给不太家吃，来开始哦。开始，好，我先来处理这个茭白笋。好，牙给水滚的呢，那个水滚呢，我是要来烫牛番茄，那这个就交给我。对，就交给你。冇问题，将牙底啊吼，牙给梅啊，然后给削开来，然后给拔开了哈，切个十字，就按呢就做得了。哎，那威廉师傅，嘿，你是不是也可以讲一下你怎么处理这个茭白笋？茭白笋我们就取它比较嫩一点的地方，哎，然后我们就等一下，我把它先切成丁状以后，我们先下去烫过，烫过以后再把它滤干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拿来炒上色。哦，所以要用什么炒？橄榄油。对，用橄榄油炒。要注意一个事情哦，不用浪费时间啦，要头哦，要朝下哦吼，哦不用啊嘞，朝下放，哦看一下夹个皮啊，哎因为线路就差不多了，哎，关起来嘞，哦，威廉师傅，对，古时候你啊给无笋全部要切丁嘿啊，因为我要做沙沙酱啊，沙沙酱它的几乎它的材料都是切丁状，不然就是碎状。这样子因为我等一下还要搭配法国面包，是，哎，这样子的话，它那个酱料比较能融合。如果你切太大的话，那个味道会出不来。你看，这样呢一下，哎，个皮一下就落开了，你看，就当好吧，对没？哇，几粒多，你看。好了，那所以小番茄也是一样，一样要切丁哈。对。好，我们这个水滚了哈，我们就把茭白笋倒下去烫一下。我们在烫的过程中可以加一点盐巴。哦，我先捞给通锅嘿啊。对，好，稍微让它煮稍微软一点点。嘿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切洋葱。唔单止太葱头，还有将剥好皮嘅토마토都要切做蛋葱。接下來將燙好嘅茭筍留起來，再放到平底鍋底杯，用嫩油去煎。另外，熟啲嘅檸檬皮、老太葱頭，還有토마토膠膠啊，一啲嘅토마토醬，還有辣椒嘅一些雞，好是辣人人做得多變啲嘅。一樣是把杜香嘅茭筍煎到有啲嘅金黃色咧。再個落啲嘅五腐椒，含個鹽調味，就做得起鍋味。撈沙沙醬向下，用啲嘅橄欖油攪攪啊，就完成嘞。哦，你现在还要再加一个东西。这是你的秘密武器哦。对，一般的沙茶酱它都是加香菜，我觉得想要做一些变化。正点。哦，沙沙酱啊，要做好诶，就要先煸一下。好我，们还没有做完。啊，还没做。对，等一下还要再哦，还能先让它再。静置一下。哦，你耍我，然后你煸一下啦哈。对，然后再还要再处理嘛该。就是法国面包。法国面包，法国面包，法语有很多 baguette， 对，两个滴，把它切，哦，你要切，对，切薄一点。哦，切一片一片哈。这种长度我看切斜的好了。哦，这也是可以随心情而转变的啦哈。要将要一堆堆哦，先煸起来嘛。你要先放在哪里吗？不用，等一下我们直接用。哦，要进烤箱啊？用锅子。用锅子比较快。哦，你用煎哦。对，直接用煎的。哦，用煎哦。呀，你煎唔好出火辣嘿，会不会很快烧焦？不会。不会。
哦，我知咧，等下其实阮的一片有冇煎过，啊啦沙沙酱啊，然后稳定来。哦，迄咩安尼？我太祖太医哦，去给他供电来做。好，先切这样就好。好的。哦，用马盖 mocktail 呢？呀，用这个吗？哦，用一些 butter 哈用一。些 butter。还记得无个无盐的哦，吼，无买到个有盐的哦。要注意哦，个火焰莫太太哦，无遐甜度哦，吼，加个 butter 要出火来睇。好，直接下去。哦，所以也是要煎到让它有点上色，对不对？对对对那旁边也是要有点焦黄的感觉。对。哦，那煎锅就冇用用的嘞。我说不卡没都得用烤箱哦，在家里的话，在如家里果有烤箱，那也可以，就是稍微一样那个奶油把它融化，嘿嘿。但是不要融到像我刚刚那样，就让它软化以后，可以涂抹在面包上面就可以了。哦对，然后直接去搞到去松杯啦吼，对对对你行啊，差不多个温度几度呢？温度的话，大概200度。 200度了，对，烤箱的温度就200度了哈。用剪的就一个后出来，你看得到没？哈，对我们就看得到，哎，就随时可以控制。哇，很快哦，那个边边哦，已经有那个焦香味，有皮豆哦。好，你啊，你要懂夹哦。帅哥说他肚子饿了啦。肚子饿了对啊，给讲给肚子摇了。再忍耐一下哈。哦，贵嗨，马上就来哦。好，在煎的时候千万要记得，就是锅子这要在下奶油的时候不能太热，不然它马上就焦化。是，等下设计到底先讲吼。对。我是对。那有是对，给配盐是不是嘿？系啊。好啦，凉茶，好凉茶分凉茶。哦，等下就快完成了，已经有人预约了啦，感觉已经可以想象，等下咬下去就是狂吃狂安尼吼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还要再加一个东西，哦九层塔。芡差，嗯，这是你的秘密武器哦。对，这怎么会呢？一般的沙茶酱它都是加香菜，对对但是我对。觉得想要做一些变化，哦，它的那个九层塔的香气嘿，它不会输给香菜，我反而觉得它这样子跟沙茶酱反而会味道会更大。等一下吃你就知道了。哦，吃了我就知道哦。好，把它不错切成嘿小丁。台花有看到哦，威廉师傅就我夹喺鸭背听听哦，给讲某一集啊，好。哦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是也加一点点香菜，让它口感层次更多更多哈。，只要叶子就好了，稍微切一下。哦，其实你剥给鸭背时间，你剥那个叶子的时候，那个气味整个其实就跑出来了，而且那整个香气感觉就不一样了呢。还可以再酸一点。哦，那你先加，那没有了，是看啦。那老太搞哦，我先帮大家尝试一下。拿点， OK，来试试看。正点正点哦，excellent，excellent， ，excellent。完美。这个时候呢，哦，把它摆在上面。加个煎炒吧吼，含个香菜，给干入去啊，米丝全部就变毛羹哟。哦，安尼就好咯。这样就好了。来哟，顾客上菜，答数。哇，来，就安尼，我们直接拿下去给我们的乡亲品尝。来，你两片，啊，我两片，来哟。帮美色看呐，林小姐，林太哥，来哟，看牙嘅无顺啊，嘿呀，食到样板，好食吼，是不是在口腔里面有不同层次味觉的一个变化？
对对。不晓得茭白笋还可以这样做。还可以这样做哈，它可以做在这种西式的酱料里面，又学起来。兄弟嘞啊哈，你看大家吃的这么开心，威廉师傅哈，很有成就感，很有成就感，几好哦，几汉白眼伊个客家庄，大家抢下来哟。哦，顾客上菜。再过来复习一摆哟，先处理高笋，用水烫过，然后 tomato 剥皮切蛋，高笋烫熟起锅，各位煎糕，煎到有啲位金黄色，撒下來撈水嘅材料混合，落啲位 tomato 醬，還有辣椒味、煎茶，還有鹽絲嘅，用到煎好嘅法國麵包蛋糕，一項菜就完成嘞。係咪當簡單咯？咪當食下睇完四次看下食咯。鄉親啊，只不卡自家做得來做困難哦。啊，很好哦，台灣嘅莴筍啊，穩定嘅塔帕斯醬啊，很好食哦。因為客家嘅料理就會安尼，當有創意，從了下下來到呀，自己個人啊，然就喺度來看看，佢自己個人做得做嘛嘅，本當到嘅驚喜。燕燕就披到呀，自己個人嘅香氣哦，哦，很香哦，我來了。哦，看呀大安道嘅王太哥唔知從哪哦，哎呦，真好誒！王太哥，哦，誒，王太哥，哦，誒，你好，安先，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我看到了是幾個樣按貼片的喏，佢水也吊蟲的哦，比你較刺眼咯。比你還較好食啊，較好食哦。哦，今日做得上去哦，做唔得，做唔掉。哎呦，像安尼，哎呦，搬來，做得要，老唔聽數嘛。做得要。哎呀，你看啊，用也是幾個水也吊蟲的喏。第四個吼，嘿，掉條板弄硬面啲嘛，哦，條板跌下來吼，嘿嘿跌喺天下吼，嘿，速度加重跌下去嘛，嘿嘿要氧化掉，要酸。哦，要變酸，嘿就唔會甜，唔會好食。係啦，哦，看到也是幾個啊吼，佢用要含咗十幾個喏，加個發動貼片係冇。嘿，那條還有個，我唔是看過咧，嘅花青醬，青醬哦吼，像安尼時鐘安尼用嘅。嘿嘿，哦，佮像安尼，像煙頭也是幾個啊吼，我用來燙咯，用皮嘅，還用油嘅，做唔得嘢，做得啦。做得啦。那等於買吼嘿，女行我冇半條架坤到，你搖唔怕啦。唔好撥條架看到，要睇到喎。如果條架坤到，我都話一特首都鬧嚟搖，安尼做唔得啦。王太哥，看也是幾個啊吼，所以也吊蟲啊吼，就講也是幾個應該係當吹牛哦吼，誒應該做得吃看下冇？誒，嚟啊，看係咩真嘅？咩個？你唔錯哦，要看呀，要不跌了？誒，誒，冇啊。飯都做得啦。嚇到啊係哦，幾日念咯？咩用拖嘅？哦，用拖嘅啊。冇哦，唔看啊，幾多天嚟嗬，我全部用牙去食，看到樣嘅食。冇要聊天就咯。哎呦，要聊天就咯。王太哥，嗰種安尼講啊吼，乜嘢乜先咯？今日做得試驗看。做得啦，你試驗看呢？今日就得了。哦，唔怕。就得了。太哥，拿唔拿點啊？哦，看起來冇樣嘅啊，好好咩？看外表好，看唔出來啊。行喺動向啊。白開你看地啊。幾好，今日看地會鹽不結鬼湯喎。哦。哎呦，像白油嘛嘅技巧。哦，你看乾肉哦，一粒粒的很香哦。很忙哦。皮凍香。哎呀，我水咧。水咧。要較酸喎。哦，啊，食可能。哦，那有甜咯。拖嚟啲啊，苗嘅當係幾天較甜嘅。一點冇甜。唔是，我白本試試看你好冇？好啊好啊，幾天啊喂啊？哦，原來安尼哦。誒，冇水呢，安尼冇水不甜。唔甜。真嘅，今日食了。哦，哎呦，韓國嘅香哦。哦，繼續講其他喲，威廉師傅，今天你要做乜嘅不太敢食？今天為大家要做的是
热情果，这做起来的东西绝对好吃。绝对好吃，绝对好吃。因为吃了以后，唾液会一直分分泌，泌呀，对，那会让我们的嘴巴扭曲。哎呦，啊，就是这感觉浑身想跳舞是吧？热情果，热情果就完美意思啦。啊，不要拖鞋起来，拖血。偷。阿妹哎，实在甜呐！无食过暗好色的水果哦，像暗好色的东西啊吼，也做迄粒片玻璃嘅挺有名的名产，像安尼好东西，威廉王子，那可能我用来做当气态哦哈。普里喺台湾创业嘅陶结素嘅产体，产量占满全台湾嘅90%以上，青苔嘅特色就可以水貂虫啦。主要就係片面小嘅果實，亦都天嚟好冇酸甜，唔但像米絲當香，濃濃嘅酸甜米絲啊，本阿賢一粒接定一粒，食到唔記得了呢。阿sen，啊呀，本意食啊！無真甜誒，哎呦，無甜啊吼，獨條呐，無甜啊，獨條拿，嗯嘅當乜嘢條拿？當然獨下主持人的條啦。有乜當牙條拿咯？你曉得咩？哎，牙介紹嘅牙要識咧樣嘿，啦，咱愛拖一點甜的啦。一定甜啊！係啦，哦，好迄彩，啥嘅愛唔對。冇，好彩牙要接到，將也有甜嘅啊吼，就夾夾拿來賣人啊！你看看啊，我條花識嘅都冇甜嘅，佢跌到天嚟海啊！吼，看牙肚子全部都爆屁屁咯。阿賢，陶結素好食到本唔記得應付嘅哦。唔看啦，一個陶結素嘅花係咪有像時鐘嘅呢？古所找很多四季果啊。睇嗰個普里嘅四季果嗬，當然採收結束過後就會清鹽，然後貴鹽嘅四季果都倒退，重新種過，就會片面一片嘅梅海。雖然成本增加當多，唔過每因為果農嘅堅持，四季果將有台灣片嘅 TV 哦。睇看下睇工人會推薦自家嘅四季果。哦，牙個當甜哦，甜到眼光都喺度翹。真係係甜到連眼光都會來做到呢。阿賢，唔是咩食工業呢，搞咩搞來，四季果是做唔得拍拿呢，因為天底下冇拍攝嘅午餐，我開始做細了。日日落黃太果聽書，落四季果熟悉好，按樣找出嚟日日轉去傳茶。帶定太果老唔討好嘅上等嘅四季果，落去本威廉師傅做菜了。聖誕老公公帶四季果來了，哇！威廉師傅，看哦，很多哦。瓊軒，嘿嘿嘿，我這道菜只需要2顆百香果而已，兩粒就好啊。 2顆就夠啦。哎呦，我看哦，平常時做暗好食的東西不太敢食。那當然多啊，你用2粒其他，我試看啊，看人家玻璃那邊那個四季果好什麼？好，對，來吃吃看。好，讓你嘗一嘗看呐、這個挑百香果可是有技巧的哦。我剛剛去找食材的時候特地學到的。那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？不知道，為什麼是都會就酸呢？你吃到都酸的。幾乎都還蠻酸的。嘅睇架迄種豬安樣會痛冇？睇架就豬哦。對啊。豬哦。摇一摇，哎呦，对，你怎么有声音就酸的。有聲音就酸的，你知道嗎？你底下味道嘛該麼？你知道是為什麼嗎？為什麼？像這個咬起來都沒有聲音，對不對？對。給滿的嚕嚕嚕嚕，給底部度啊，那個沒有水分。其實啊，不有水分呢，給滿的嚕嚕嚕會有那個水的聲音哦。那就是酸的。因為佢跌到天奶海，它跌到地上摔到了，結果它裡面有一點裂開哦，那個裡面氧化，所以酸就跑出來。哦，我第一次覺得我講這麼多好開心哦，現在是換我在教他啦，平常都他在教我。真的真的，你看，你先搖搖看，小力一點，不要故意搖哦。沒有聲音啊。好呀，8顆人啊，不然試試看啊。你打來看啊。有，你看。牛皮豆給它調，你有聞到嗎？有。很香哎，看一下，你看它裡面粒粒皆分明，有冇？試試看啊。用吧。不會酸嘞，
是不是？很美。要就好食的，而且要鲜炸的哦。哎呦，嘴唇脏脏。还嘛该？台北傻人啊！台北台北公哦，唔怕唔怕。可是哎，你看像安尼做都好食的哦，这做起来的东西绝对好吃。绝对好吃，绝对好吃。哦，这就懂体态哦，威廉师傅，今天要做嘛个不太假设。来，今天为大家要做的是热情果，哈，我们给它就是在做厨房的时候，给它一个特别的一个翻译，叫热情果，因为吃了以后。唾液会一直分泌啊，对，那会让我们的嘴巴扭曲，啊，就是哦，这感觉浑身想跳舞是吧？热情果，热情果就很没意思啦。然后热情果，然后水果冻，果冻哈，对，哦，就会热情果、布丁果冻啊，哦，来介绍一下。热情土鸡酥水果冻，也真正是一项相当啊就会特色嘅点心哦。现场是有2粒嘅四季果，还有草莓、水蜜桃、蓝莓几粒嘅，100公克嘅糖，150公克嘅水，还有15公克嘅吉利蛋片。另外一系列柠檬汁就做得开始了。好，也就开始哦哈。我们先要盛水，好是100公克，100公克的糖，100公克的糖，我们把它倒到锅子里面。拖鞋起来，拖鞋，不用拖鞋，你啊哈就做不很快，你就记起来。那记得我妈妈吼，就会做个洋菜果冻啊，就咪将人哋布丁果冻用样，几副卡咪会食到吼，太加油冇，有食过冇？洋菜啊，会啦吼，这卡咪会做。我们水是称150公克。哦，水要150公克。对，然后把它融化，搅拌到那个糖看不见它的颗粒状就可以了哈。我俾你用铁啦。对，来。我见拉电了哦，让我来拉。来帮我弄。冇问题。按你拉电，我看到我冒出火来咯。对。不要烧焦咯。好，这个时候我来处理水果。哦。我讲下你，你讲下你啊，我不了都讲下你啊，薯条啦，我不係啊。哦，我看到。出火来咯。唔好唔關。冇啦咯。係哦。我那個心跳哦。草莓嘞，几公克嘞？草莓大概挑8颗。哦，8颗草莓。那像威廉师傅，是，就是说，做俩果冻啊，哈，像我用的偷呀水果，用我上都讲草莓啦、水蜜桃啦，对，老俩四季果用哈喏。第一个百香果它是还是会带一点酸味，然后我就想要带一些比较甜的一些味道。威廉师傅，滚流。滚了，好，关火。好，先放着。先不用等啊。然后呢，这个糖水呢，直接放到冰水里面，要先让它降温。哦。让它降温。隔水降温啊。对，为什么要先让它降温呢？为什么？好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用百香果去把它打。哦。但是如果你百香果的这个水太热，它没办法它的果肉分离。哦。我就要取它的汁。然后让它的籽可以就是它上面的肉下来那个，就整个就分离了。哦，是用这样的方法哦。对对。佮向前太假，佮四季果有嘛佮配咧吃饭冇？嘿啊，百香果还会做嘛冇？哦，百香果茶嘿哦。哦，果汁啦。哦，佮做得煮菜冇哩？由你拿了煮。有凉拌木瓜。哦，凉拌木瓜嘿啊。对。哎呦，还有凉拌水笋，凉拌水笋没懂好吃。你问他，我们这个讲哈，哦，这个不卡有粥嘿啊。啊，木瓜会强的哦。哦，强木瓜。对。哦，就用百香果按那来凉拌。哎呦，今天你有冇带来呢？我都唔晓做啊。哎呦。好啦，哎，唔怕，永金讲他不会做，那下次等你来做。好，没问题。哦，没问题哦，佢讲好哦。南北有几颗？好香哦，非常的香。有皮豆吗？还有哦，像什么？哇，嘿呐，就按捏起。有看到冇？是香香吧？一堆就冇流不来啊。喊切喽。
蓝莓大概随意啊，就是大概可能大约差不多10颗、12颗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我们这个水蜜桃有没有？我们把它切成薄片，薄片。大概水蜜桃罐头里面大概都差不多5、6颗，但是都是半颗的，那就拿个1半就可以了。好。哇，切到很薄哦，刀工一流呢。哦，差不多半粒的就好了啦。对。哦。我不太敢看一下呢，看哦。冻浆有无？加配色，其实有配色的呢。哦，颜色浓厚，冻葱叶卖相好哈。好，再来。一下切到百香果，4个，2颗，然后我们把它挖到这个糖水，对，冷却的，温度已经降下来了，对，温度已经降下来了。4个，然后给放落去，放落去，哦，好香哦，非常的香。有屁到吗？嘿哦，一切开的嘿，个面丝就走出来耶，很好哦。好，我们再用那个果汁机哈，把它稍微打一下。哦，安尼就好哎哦。这样就好了，很快。好，把它过滤。哦，它的那个汁哈，跟它的肉就分开了。对对对。就分开耶。哦，给它籽含到流蛋哦，嘿，它就分开的啦。好，这个籽我们还要留下来哈，我们等下会把它就是做成冻的时候，准备要做成冻的时候再把它加进去。这个时候呢，好，我们就来弄那个吉利丁。嘿呀，冲呀泡呀吉利丁啊吼，要泡到用哎，这样做蛋哦，要泡到什么程度？泡到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好，这已经软掉了。哦，软掉就可以了。好，把它软掉就可以。对，用冰水泡，但是一定要记得不要用生水，要用生饮水。煮过哎。对对对。哦，要煮过的。好，好，我们这个也是有比例的哈，放15公克，放下来以后，因为它泡过水了，它就会膨胀，它会膨胀。好，它现在是大概是69公克，然后我们再把它加到90公克，加水加到90公克。哦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煮。准。把它放下去，哦，一样哈，把它煮到融化，然后但是呢，好，不能让它就是整个过度沸腾。哦，对。中庸啊，抹出口来啦，不要让它焦掉、焦化了。对。好，这是要把它煮好，因为它可能还会有一些结粒状，所以呢，就是在煮的时候哦，就是你会闻到。它就是有个，就是臭味哦，会有味道啊。对，会有个味道。都得用这个洋菜粉，或者较方便嘛。洋菜粉的话，这个会比较好，就比较容易抓那个重量跟那个，因为洋菜粉，对对对，成分会比较好。成功率会较好啦。对对对对。它做得起来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吉利丁的水，哦，把它放进来，就会勾芡那个意思啦，哈。好，让它慢慢的搅拌。搅拌的意思哦，然后给它给煮过给吉利丁，对对对，让它可以融合在一起。对对对，记得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搅拌的时候，一定要泡冰水，它会比较快凝结。哦。对，温度可以冷掉啦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柠檬哦，半颗的柠檬汁。哦，加柠檬汁哦。对。可能这细牙子的全部都下哦。再来，我们就是再来把这个籽再放回去。不用进去。对。没有，继续搅，表在里面。还有加个等下宽度，加个底部都不同层次。对。哦。
细伢子的很厉害，很巧哦。唔上嘅，唔免爱讲的哦，佢自家讲的哦。很跳啦，很跳。係哦，佢唔免爱讲的哦。很跳，我硬做唔得啦。哎呀，做唔得讲，做唔得你讲。講按巧，要按巧。你好美了。哦，等会威廉师傅拿到亚麻干。这个是模子，其实你们可以就是用碗啊，或者什么都可以。用碗没？我们想要让它就是，对，我们想要让它做成条状。哦，又按你又懂好看哦哈，又都得切片啦。对，这个百香果其实为什么我只加2颗？因为百香果它毕竟它还是会带点酸，它其实它不利于就是吉利丁去凝固。会破坏掉它的，所以就变成说，你的吉利可能要再加更多。对，我不想要加那么多，想要让它自然一点。自然一点，还是以水果为主。对，有没有？哦，稠状的。所以还是这个搅拌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就让它一定要对，还一定要在那个冰水里面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好，已经很稠了，好，很稠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放到模子里面。好，敲一下。这种啊呢，要冰起来啦哈，要冰。这个就是把它冰起来，大概冰差不多4个小时。冰多久？4个小时。啊！4个小时啊！太久了。哦，粉体嘞，太久了，你看大家都昏了啦，怎么办？哦，拿出来。哦，有准备好。可以啦，安心。哇，要是做好先冰过的啦，对，先冰过的。哦，那这个要怎么脱模啊？家里一定会有瓦斯炉，对不对？哦，按你行哦。对，夯，烤一下。烤一下。OK 了。哦 ，OK 了。变魔术。来，这个神圣任务交给你。我搞不来哦。哎呦，那不是，哎呦，有你上啊来，现看那么，来，慢点。哎，帅哥，来啦。来啦。谢谢啦。哎呦，看下啦，看我起来冇？等4點鐘。哎哦，係咪講笑喎？難等咯。哦，聲音。哇！很香哦，很香哦！看啊，你看这个果子，谢谢。等下你调一啥色啊哈？调一个绿色咯。然后呢，到最后呢，要可以装饰的时候呢，好，可以用一些柠檬皮，可以增加它的风味。颜色也有啦，增加给它个香气啊，佮有无老个自己个的香气有无香香哦，给个皮烧啊落去啊哈。哦。你看，懂丰富呢！哎呦，你看那个帅哥舔口水吧，流口水，哎，流水流蓝的啦。好，库克上菜哦，大叔的意思上身嘿，我上身哦。哦，嘿呐，就按捏请老爷水果香香哦，很期待。对，来嘞，我给切点来，给太家做的来吃的呀。来哟！来，给不意先。啊，棒妹，你的多帅。哦，帅哥，你最专业，来，同时不拿。同时。来哟。这同时啊，太。要都讲10點是咩？我来帮忙。哎呦，謝謝。你看，太家就會按捏起。趕快來吃咯！哦，來哟。Thank you， 我就冇了。來哟，來。好。今天好甜呢。有看到冇？是香吧？一點就冇流不來啊。很切咯。還有很識到嘅字啊，自己個嘅字啊。懂甜又清香又高香，懂豐富，棒沒？然後是你有什麼？有啊，我西你看，是鏘哦，是鏘哦，懂好是咯。秘密懂哦。哦，秘西懂好哈，
今日有食到嘛水果冇？有哦，一多款的。一多款哦，有嘛跟人讲下呀？有嘛？草莓啦，百香果啦，有个水蜜桃啦，跟有蓝莓。要怎么做？安尼好食啦。来这边。坦白系咪啊？写下自己做本身。佢做乜做嗬？香腳的啊！香腳，眼冇講哦，佢即家講嘅哦，大家講好什麼？好吃的，好什麼？好吃的。哦，佢好想答。讚！假食啦，當場嘅晚霞，當場嘅夕陽啊咧，很強哦，有冇？我本上我就嘅海邊啊，草頂啊，看見人哋夕陽，當地人食哦，冰冰涼涼，很好的。哇，威廉師傅，很成功呢，太成功了。太哥，慢人座位啊，你給慢人冇？食到按好食的東西，全部就食鏘鏘啊！按太公路的人，唔係騙人，就係王太哥。來，威廉師傅，你也都係自己個嘅個人的王太哥，黃大哥。王太哥，要威廉師傅做嘅好食啦，很棒，對不對？黃大哥的是非常好。威廉師傅哎，威廉師傅。那個阿萬壽的，按心做的都。李總。哦，李總嘿，李總來，威廉師傅。這麼辛苦來和我們指導，謝謝，感恩你哎。啊，冇啦，謝謝。老人家講頭講，成功，讚，挺好吃的哦。相信自家的屋卡咪都得同時做看鬧，先撈自己個嘅果肉熱出來，佢會撈草莓對半切，水蜜桃切到泡泡嘅一片一片嘅，佢會加藍莓，接下來撈幾粒蛋片，浸水大約係3分鐘，到到煲嘅度後，用細火煮到溶開，自己個用果汁機攪麵過後，撈泡利鐵傳到果汁，同溶化嘅幾粒蛋汁結合。佢會撈其他嘅水果，夾水攪啊，表面冷，地位結凍之前，到滿嘅地位，冷藏6點鐘，就完成了今日嘅熱情桃嘅所水果凍禮。唔看，一群老人家食到安歡喜，就表示一拜嘅顧客傳菜業務有成功咧。下禮拜冇唔記得，同下來去下一個客家莊上菜了。